一個校園空間，除咗課室、走廊同操場，其實每一幅牆都可以成為學校故事嘅一部分。一幅學校特色牆唔係將牆身整靚咁簡單，佢可以承載學校文化、學習方向同埋成個校園形象。今次萬君匯知中學呢個實際落地項目，就係由校園入面一個牆身空間開始，逐步發展成一幅有主題、有內容又可以真正使用嘅特色牆。設計開始之前，第一步一定係了解清楚學校想表達啲乜，係科技感、學生成果、學習氛圍，定係想提升整體校園形象。之後就要做現場度尺同勘測，睇清楚牆身尺寸、高度、門口、柱位、人流動線，確保設計唔止係靚，仲要啱現場落地。到概念設計階段，尺度設計公司會將主題、色彩、圖案、相片配置同整體牆身比例整合，再用 3D 演示俾學校預先睇到效果。中間亦會有唔同方案去比較，例如底色、物料、木紋、水泥紋、圖案層次等。學校喺正式施工之前，先睇清楚整體效果，確認設計方向之後，就要整理立面同施工資料，將畫面、尺寸、物料同安裝位置逐一拆清楚，變成真正可以製作嘅內容。到現場製作同安裝，每一個位置、每一塊畫面、每一個結構同細節，都要跟翻設計去執行，咁先可以將效果完整落實出嚟。完工之後，呢幅牆就唔再只係一幅背景，而係變成學校展示成果、呈現主題同提升校園形象嘅一個重點位置。除咗做好一幅特色牆，校園入面其實仲有好多空間值得發揮，小至一個課室，大至成個圖書館或者公共空間。尺度設計都會深度分析學校嘅需求，打造最合適嘅學習氛圍。